峰哥乜咁風騷啊？今年嘅央積金撥款做咗自動提款登記，又符合資格我乜都唔使做，9月底就有錢收，諗起都開心。點先知符唔符合自動提款登記嘅發放資格？用一戶通或者上社保網站查咪知咯。只要你喺上年年底之前做咗自動提款登記嘅長者，今年有被列入款項分配名單，已經做咗再生證明，同埋今年未曾提款或者只提取過一次款項，咁筆錢就會喺9月24日存入你戶口，唔使去申請㗎啦。我冇做自動提款登記，咁點提款啊？只要你喺8月之內用一戶通或者自助服務機辦理提款申請，就可以同我一樣9月底收到款項。如果交紙本申請，就要10月底先收到款項啦。你想601就記得順便做埋自動提款登記啦。